中國最大最豪華嘅度假生活屋苑之一碧桂園提你，而家係晚上11:06，碧桂園給你一個5星級的家。你睇緊嘅係亞洲電視本港台。美國偵察機員飛緊去夏威夷，中美下個星期再傾處理架機。版權修訂條例擾民，官員道歉，話會再次修訂。98年1000億元入市，全部已經回籠，仲有賺。新聞嘅詳細內容。你同獲得北京釋放嘅24個美軍偵察機嘅機員喺關島稍為停留之後，咁正係飛緊去夏威夷途中啦。咁大概仲有2個鐘頭之後就會到啦。咁而另一方面呢，中美下個星期3呢就會舉行會議，討論點樣處理仍然喺海南嘅美軍偵察機㗎。咁首先由孫兆勤講下批機員離開關島時嘅情況啊。24個偵察機機員就快可以返屋企，佢哋睇嚟精神唔錯，不斷向送行嘅人揮手。機員話好想食翻啲美國嘅食物，佢哋只係喺關島逗留咗4個幾鐘頭，休息同埋打電話俾家人報平安，然後就轉坐美軍 C-17運輸機飛去夏威夷嘅珍珠港基地接受身體檢查。批機員係喺較早時抵達關島嘅，首先步出機艙嘅係機師奧斯本。全體機員稍後要向軍方交代中美軍機碰撞經過嘅細節。軍方最關注嘅係偵察機降落海南之前，機員究竟銷毀咗幾多機密資料。機員會喺夏威夷逗留2至3日，然後就返美國本土華盛頓州嘅基地，同家人過復活節。機員雖然已經獲得釋放，但係國防部發言人奎格利話事件仲未解決。That is one of the things that we're going to begin discussing with the Chinese on the 18th, a week from today, and we're sure going to try our very best to get the plane back. We consider it American property, and we want our plane back. 佢又話美軍會繼續喺中國沿海進行偵察活動。亞洲電視記者孫兆勤報道。至於批機員離開海南嘅情況，就由姚建文喺海口報道。被扣留咗12日嘅24個美軍喺清晨5點40分由2架中巴載走，離開海口市南航第一招待所。有人去招待所門口抗議。15分鐘之後，一架由關島出發嘅波音737包機降落海口機場，準備將班美軍接走。地勤人員檢查過機之後，24個美軍開始登機，準備離開海南。今次係24個美軍偵察機機員喺今個月1號同中國戰機碰撞，緊急降落海南陵水機場被扣留之後，第一次俾外國傳媒影到㗎。佢哋全部都着晒軍服，睇嚟健康情況亦都良好。24個美軍乘坐飛機離開海南，將會返回美國。不過佢哋乘坐嚟呢度嘅偵察機就仍然停喺陵水機場。至於事件幾時會真正畫上句號，暫時都冇人估計到。包機喺7點29分載住被扣留咗12日嘅24個美軍離開海口機場，返回關島，再轉飛美國。亞洲電視記者姚建文喺海南省海口市報導。咁啊喺北京咧，總理朱鎔基咧就話中美撞機事件未完結㗎。咁保留咧向美國追究責任嘅權利。今次咧就係佢第一次評論呢件事啊。係咁，而根據中央台嘅報導啦，由5號直至到尋日啦，亦都係中美就解決今次嘅事件進行頻繁接觸嘅呢段期間啦，朱鎔基原來一直都唔喺北京，而係去咗湖南度考察喎。而外交部咧就話唔好再糾纏喺美國致歉信嘅用詞。黃偉培喺北京報導。總理朱鎔基喺會見聯大主席霍爾克里嘅時候表示，中方今次出於人道主義考慮，允許美國機員離境，但事件仲未完結。又話撞機事件責任完全係喺美國，中國政府保留向美國追究一切責任權利。
今次係撞機事件發生12日以嚟，朱鎔基首次開腔談論呢件事。而對於有指中美兩國對於美國駐華大使代表總統布殊遞交嘅致歉信中，字眼出現兩個版本。美國只係話對事件惋惜，中方就譯成深表歉意。外交部話，外間唔應該再對呢封信無謂咁咬文嚼字。既然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涉及到中國人民尊嚴和感情的這樣一個事件，那麼我想任何的這個無謂的咬文嚼字都是不嚴肅的。至於布殊仲會唔會喺10月出席上海舉行嘅亞太經合會議，外交部話計劃應該冇變。至於說現在有沒有什麼變化，我想你應該去問美國國務院或者是白宮的發言人。但是從我們這裡得到的信息是非常清楚的。剩低嘅問題就有待中美雙方喺呢個月18號繼續磋商，其中包括要求美方停止派飛機到中國近海進行偵察活動，以及點樣去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亞洲電視記者黃惠培喺北京報導。解放軍同埋武警部隊都發表聲明支持中央政府處理撞機事件嘅方針，但有北京市民就認為美國表示歉意未必係真心㗎。鄧俊輝喺北京講下。中美軍機相撞事件得到初步解決嘅消息，成為北京各大小報章嘅頭條新聞。英文《中國日報》亦都一幅漫畫諷刺美國，畫裏邊有個美國人帶住架模型飛機到一間同美國國防部所在嘅五角大廈同名嘅幼稚園上堂。第一堂學嘅就係點樣講對唔住 sorry。有北京市民認為美國以前所做嘅仲未足夠。就這樣我還看不透他是真心的，看他下一步的行動。在這個問題上，我想中國不能手軟，因為這是我們國家的尊嚴問題。不過，亦都有北京大學生同埋市民認同政府今次處理事件嘅手法。另外，為咗處理呢件事奔波咗10幾日嘅美國駐華大使普利克，冇對喺門外等候嘅記者講過任何嘢。有北京市民認為，中央政府喺處理今次事件上，對美國嘅立場可以再強硬啲。不過，《人民日報》喺今日就刊登評論員文章，呼籲人民將愛國熱情轉化為強國力量。亞洲電視記者鄧俊輝喺北京報導。美國總統喬治布殊表示，美國避免咗今次事件演變成危機，而國務卿鮑威爾就再次重申，美國冇做錯，無需向中國道歉。由孫兆強報導。喬治布殊讚揚國家安全顧問賴斯同其他內閣官員表現出色，避免令事件演變為危機。而賴斯就強調，美國喺談判之中並冇向中國作出重大讓步，亦冇秘密協議。而正喺法國訪問嘅鮑威爾就重申，美國並冇做錯事，無需向中國道歉。There was nothing to apologize for. To apologize would have suggested that we had done something wrong and were accepting responsibility for having done something wrong, and we did not do anything wrong, and therefore it was not possible to apologize. 鮑威爾亦首次解釋美國喺解決事件期間所用嘅字眼，點解由最初嘅遺憾、抱歉，到最後所用嘅真誠嘅遺憾以及深表抱歉。The loss of the young Chinese pilot's life, that we were expressing the fact that we were sorry, very sorry, regret the loss of his life. We entered their airspace without permission because we were unable to get permission, and for that we are very sorry. 鮑威爾又話：問題喺變得嚴重之前已經解決，相信事件唔會嚴重損害中美關係。亞洲電視記者孫兆勤報導。由加州共和黨率領嘅8個美國國會議員代表正喺本港訪問，同財政司司長曾蔭權會面。雙方話希望中美能夠建立穩固嘅關係。佢哋同行政長官董建華喺禮賓府共進午餐嘅時候，雙方亦都討論到近日中美軍機碰撞事件對中美關係嘅影響同埋香港嘅資訊發展等等嘅。代表團形容會面有成果，顯示香港同埋美國關係密切。同時，另外工商局長周德熙啦，就實施版權法有唔完善嘅地方，引起公眾不便啦，而致歉喎，並且即時咧係暫停執行涉及影印媒體報導嘅條文㗎。咁當局咧並且計劃喺月底安排修訂法例，將複印報章雜誌定為非刑事化嘅。羅佩瓊講下。立法會工商委員會召開特別會議，聽取唔同團體對版權法實施嘅不滿。出席會議嘅工商局局長周德熙就主動代表政府，對版權法引起社會嘅不便同埋疑慮表示抱歉。佢個人更加向公眾道歉。為工商局局長呢，我係
向公眾作出道歉。為咗消除公眾疑慮，政府計劃喺呢一個月底向立法會提交修訂法例，將影印報章、雜誌等資訊列為非刑事化，但複製電腦軟件、音樂同埋電影就冇得豁免。政府期望修訂法例可以喺1日之內3讀通過，而喺新修訂法例生效之前，都唔會起訴任何人非法複印報章。其實我哋而家個構思係冇限期咁嘅暫停嘅。議員對政府勇於認錯表示讚賞，但亦都有議員指出，立法會都要負責。咁我覺得我哋立法會呢都應該有立一啲榜樣係道歉嘅，因為我哋嗰個草案委員會可能呢都係因為太過睇嗰個水貨。周德熙承認，當日審議法例嘅時候，過分重視打擊非法使用電腦軟件，但就否認立法草率。亞洲電視記者羅佩權報導。財政司司長曾蔭權話：98年政府動用1180億元入市，已經全部回籠。外匯基金目前持有超過1100億市值嘅港股，會繼續透過盈富基金持續發售機制出售。由潘碧雲報導。財政司司長曾蔭權表示，港府出售盈富基金年股息收入有1190億元，比98年入市干預動用嘅1180億多。對於入市干預32個月之後資金已經回籠，佢話係放下心頭大石，亦都反映盈富基金受歡迎。當其時呢，就係我哋動用咗係1180億嘅港元嘅，所以直到昨天為止呢，呢個全部數呢已經回籠啦。咁呢件事當然咧，我哋今日嗰個聚會咧，就係借個機會咧，就係多謝阿楊鐵良先生所領導嘅呢個外匯基金投資有限公司所做嘅功夫。咁亦都對我嚟講，亦都放下一個心頭一大石。曾蔭權又話：目前外匯基金持有超過市值1100億元股票，會繼續透過持續發售機制出售盈富基金，最終會減到500億元左右，作為長線投資。外匯基金投資公司主席楊鐵良就話：會有秩序咁出售盈富基金，以保持市場穩定。亞洲電視記者潘碧雲報導。消委會嘅調查發現，幾個月內陸續有銀行推出新嘅收費政策。消委會希望銀行唔好聯手新增收費，並且期望訂立公平競爭法嘅。伍修華報導。消委會向25間銀行做嘅調查發現，除咗當中3間銀行已經公布新嘅收費同利率分層政策，喺嚟緊幾個月，陸續會有多幾間銀行公布新嘅收費政策或者利率分層詳情。除咗2間表明唔收低結餘費用或者扣減利息，其餘嘅都檢討緊，暫時未有定案。消委會話，市場暫時有足夠嘅競爭俾市民選擇，但希望銀行唔好聯手改變政策。我哋亦都係經常同政府講啦，就話香港其實咧應該有個公平競爭法，咁就係咧如果係真係有一啲嘅聯手嘅啲行動，而係影響到公眾利益嘅時候，或者係影響嗰個市場競爭者嘅利益嘅時候，就可以採取一啲行動。消委會截至尋日嘅調查結果顯示，25間銀行當中，而家已經有8間會向結餘不足最低要求嘅存戶收服務費。最低結餘額由1000蚊到3萬蚊不等，而結餘不足所收嘅月費就由15蚊到200蚊。另外，調查面有12間銀行有分層利息扣減政策，唔想俾銀行扣利息嘅話，戶口就有最低餘額，數目由1000到1萬蚊不等。亞洲電視記者吳秀華報道。消費者委員會測試過31個人參產品嘅樣本，發現大部分都含有重金屬或者係殘餘嘅農藥。另外喺17款嘅電拖板樣本當中，有12款係有漏電嘅危險。有樂之行報導。喺測試嘅31個預先包裝嘅新產品當中，25個樣本含有重金屬或者係殘餘農藥。即係可能對神經嘅系統啊、對腎臟啊、對即係身體嘅其他器官呢，都可能會即係太多嘅積聚呢，都會產生唔同嘅影響。消委會話，產品樣本嘅污染物含量冇超過標準，市民唔需要過分憂慮。咁另外，機電工程署測試咗17款配有13安培插頭嘅電拖板，睇下佢哋嘅接地裝置絕緣電阻係咪安全。當中12個樣本有潛在嘅漏電危險，供應商已經答應立即改善。消委會亦都提醒市民唔好喺同一個插座上面用多過一個拖板，而耗電量高嘅電器，好似冷氣同埋微波爐就唔應該用拖板。亞洲電視記者羅志恒報導。陣間返嚟會繼續報導，香港司機偷運 AK-47到大陸被捕。
南非球場混亂，踩死50幾個球迷。E-Trade 頭2000名登記客戶送200股南華早報股票。靚頭髮唔好呃自己啦，睇清楚，唔好以為用咗普通洗頭水就夠。用 Head and Shoulders 啦，就算表面差唔多，睇清楚就差得遠。Head and Shoulders 令頭部皮膚健康，去頭皮由根源開始。近睇都冇頭皮，先至係真正靚嘅頭髮。冇頭皮點近睇都得。Head and Shoulders。想好似我咁靚，就要好似我咁用 Max Factor 珍珠絲潤唇膏嘅春夏新色啦。佢令我好似搽咗潤唇膏咁，貼住嘴唇，幾時都好靚好潤。咁呢個春夏，你一定可以好似我咁迷人啦！ Max Factor 珍珠絲潤唇膏，菜菜子最愛用嘅化妝品 Max Factor。佢哋開心，我就開心。睇下佢哋，又擺味，反應又快，仲有佢哋食嘢個樣幾開心。寶路罐裝狗糧唔止營養均衡，仲同我一樣錫晒佢哋。好健康喎，你就開心啦！睇得到嘅健康快樂，寶路罐裝狗糧。虎標驅風油話你知，預測明日空氣污染水平係偏高。連續8年榮獲 ISO 9002梁介福嘅優質產品虎標驅風油贊助播出。中昌麗城隱然山莊嘅聽濤居，規劃超過1000萬尺，面積由493尺至到1088尺，售價只係由109000幾起，部分單位備有明廠電梯，頂層仲送天台花園添。而貴麗典雅嘅麗苑豪庭，單位面積由767尺至2060尺，售價亦只係由21萬幾起啫，而且氣派雍容華貴。用料講究華麗，而每戶仲設有電視對講防盜裝置添，再加埋咁豪華嘅交樓標準，更加彰顯非凡嘅地位。而喺今次展銷會期內，仲送出價值港幣128000嘅隱然山莊專櫃會籍，頭30名買家仲有95折優惠，仲額外獲得名貴電器添。淨係中昌麗城嘅業主只有呢種優惠咋。中昌麗城隱然山莊聽濤居展銷會見啦！發展商中昌集團有限公司。魚人生寶嬰丹話俾你知，明日係農曆3月20日。魚人生寶嬰丹天然純正，係每個家庭必備嘅嬰兒良藥。翻嚟新聞時間，政府委任黃奕明下個月接替梁錦松出任教育統籌委員會主席，任期2年。溫志雲報導。接受呢個宣布任命之後，行政長官董建華接見咗黃奕明同梁錦松。黃奕明話：相信教統會主席嘅任務係非常艱巨。咁對於舊年因為公屋短樁醜聞而被逼辭去房委會主席，佢就話兩件事唔可以相提並論。而家有個調查小組成立咗，咁呢就佢哋會進行佢嘅調查工作。搞改革嘅人呢，需要有一定嘅堅持、一定嘅決心，同埋呢就即係亦都唔能夠呢因為一啲嘅批評而影響到對服務嘅信心。佢又話：而家最重要係落實執行教育改革。有學者批評黃奕明咁快就出任新要務，令人質疑佢嘅誠信。但係離完職之後，你又好快又去到第二個地方度做，亦都係好重要嘅位置。咁即係話，其實所謂嘅問責只係一個圖佢形式嘅嘢。佢又估計黃奕明喺推行教育改革會遇到唔少阻力。黃奕明從事多年青年工作，88年成為最年輕嘅行政局議員，93年被委任為房屋委員會主席，獲3度連任。黃奕明而家同時係行政會議成員同埋青年協會總幹事。亞洲電視記者溫志允報道。
過往經常發現地盤工程違規，屋宇署咧將會推行突擊巡查地盤制度嘅，並且係擴大檢查嘅範圍，咁包括咧地基同埋上蓋工程，以及係設立評分制度嘅。聶德寶講下。屋宇署署長梁展文話：佢哋會派工程師同埋建築技術人員突擊到全港私人同埋公營房屋地盤作巡查，而且會用問卷形式作初步嘅審查，包括地盤嘅狀況、發展項目嘅複雜程度同埋工序，並給予評分。而有關評分將會用作釐定以後審查嘅次數。咁檢查範圍會擴大咗，包括地基同埋上蓋工程。不過梁展文承認現時嘅巡查人手唔足夠。我哋喺年中到嘅時候呢，當我哋嘅資源到嘅時候呢，我哋就會喺呢方面呢增加嗰個人手嘅，加到1倍，由20人呢係變為呢係由呢個21人呢變為呢一個即係44位啦。咁佢話新嘅巡查制度可以及早發現同埋糾正有問題嘅地盤。咁佢又話業界對新嘅巡查制度都非常支持，相信對打擊違規嘅建築地盤工程有一定嘅作用。亞洲電視記者葉德寶報道。元朗一個單位晚上發現一具女屍，現場係大坡頭徑一個住宅單位。晚上近9點鐘，有人報案指單位內傳出異味，警方接報到場，發現咗一個60幾歲嘅女人伏屍喺客廳裏邊，現場有血跡。初步調查顯示屋內並冇被搜掠過嘅痕跡，警方目前仍然係調查緊㗎。灣仔修頓中心社署辦公室門外發生縱火案，一個男人受傷，被燒傷嘅52歲男人手腳受傷，先送去鄧肇堅醫院，再轉到瑪麗醫院治理，情況穩定。現場係灣仔修頓中心24樓社署辦事處門外電梯大堂。晏晝4點左右，社署嘅職員發現大量濃煙湧入辦事處，於是報警。消防員發現一個燒傷嘅男人，喺佢身上邊揾到打火機，亦都係發現易燃物體，認為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調查之後，相信嗰個男人自焚。喺中國容許美國偵察機員返國之後呢，中央喺全國展開新一輪嘅愛國宣傳攻勢，訪問唔同領域嘅群眾，支持政府嘅處理手法。中國官方傳媒話，各地群眾知道美國致歉之後，都支持中國政府嘅立場。他們認為，這場外交鬥爭體現了黨中央駕馭複雜局面和處理複雜問題的能力。這件事，咱們政府做的是有理有利有節，而且是高度的政治藝術。他們應該感到慚愧和內疚，知錯了我們歡迎，但你不能一錯再錯。各族人民再不希望這樣的事件再發生。解放軍同武警部隊都表示擁護中央嘅立場，將愛國熱情化為強國強軍嘅實際行動。這只是我們的初步勝利，美國人做的還遠遠不夠。愛好和平的人們，反對霸權主義的也是勝利。除咗中央傳媒，地方傳媒例如海南電視台亦都報道民眾支持中央政府。呢位三亞市民就咁講：說明我們外交政策的勝利，我們堅決擁護中央的決定。上海嘅電視台就訪問咗大學生。在復旦大學的研究生宿舍，小小的房間裡湧動着愛國青年的熱情和忠誠。把主要的精力投入到學習之中，並且找準自己的方向，以後能夠真正用自己的能力為國家為社會做一點貢獻。中央台嘅焦點訪談節目亦都播出專輯，宣揚愛國強國。中華民族是主持正義、不畏強權的偉大民族，絕不允許霸權橫行。雲南省西部斯甸今日挨晚6點左右發生黎克特制5.9級地震，未有傷亡同埋損毀報告。皇崗口岸嘅海關人員從一架由香港入境嘅貨車檢獲一支 AK-47步槍、3支手槍、2支氣槍同埋4支仿製嘅手槍。今個月4號，香港姓謝嘅司機駕駛貨車喺皇崗被海關人員檢查，報稱係兒童玩具嘅貨物當中揾到嘅。喺中央近日實施嚴打政策之後，廣東省包括深圳嘅治安當局展開省裏邊第一次統一行動，10萬個公安幹警尋晚出動清查可疑違法犯罪場所。省委副書記陳肇基同埋公安廳長梁國序親自監督，先後破獲2個有20幾個成員嘅犯罪集團，同埋售賣翻版光碟集團㗎。
兩國最強調要摧毀一批同港澳台黑社會有關嘅集團，同埋打擊嚴重犯罪。咁而深圳市委書記張高麗同埋深圳市長于右軍，亦都係親自指揮市裏邊嘅嚴打行動。有1200年歷史嘅四川樂山大佛，第一階段嘅維修工程已經展開。由黃凌峰講下。第一階段嘅工程主要集中喺大佛面部着色同維修。呢種紅色嘅顏料係文物專家同古建築專家幾經實驗研製出嚟㗎。為咗達至最佳效果，塗抹嘅顏料厚度唔可以超過3毫米，工人要不停咁工作。工人呢都要求你連續助力了，就是每一遍都要連續助力，就不能停下來，因為停下來呢，它這個臉部的色澤呢就不一定很均勻。工人另一項任務就係替大佛重新點睛，令佢俾人一種俯視腳下三江嘅感覺。近年越嚟越多人擔心呢座有1200年歷史嘅大佛會抵受唔住風化而倒冧，亦有人質疑大佛並非喺靈雲山直接開鑿出嚟㗎。不過專家表示，多番考究都證明大佛的確係由一大塊山岩雕鑿出嚟㗎。即使再過多1000年，大佛都依然會屹立不倒。亞洲電視記者黃凌峰報導。內地喺舊年開始利用人造衛星偵察土地嘅用途嘅噃，咁發現咗接近60宗違規嘅個案。沈達元同大家講下其中一個個案。福建省呢間建築材料市場佔地90幾畝，係省內其中一間最專業、規模最大嘅建材市場，係由陰西鎮陰西村委會投資興建㗎。不過國土資源部利用人造衛星偵察技術，就發現呢間建材市場有4成幾嘅地方，大約40畝係非法佔用嘅工地，違反咗國土資源法例，已經交咗俾當地公安調查。國土資源部係喺舊年首次利用人造衛星喺全國66個省市進行土地發展檢查，睇下建築有冇違法。結果喺福建省嘅福州、廈門等地，共發現57宗違法個案，其中51宗已經處理好。亞洲電視記者沈大元報道。咁啊，大陸北部同埋西部嘅啲沙塵暴咧，吹到去台灣。咁環保部門呢就話啦，呼籲系統呼吸係有問題嘅人呢就減少上街。咁仲話咧，隨住大陸嘅沙漠化地區擴大，台灣受到沙塵暴嘅影響，亦都會增多㗎。由李燦耀講下。大陸嘅沙塵暴由今朝開始影響台灣。喺台北，好多人出街嘅時候都戴上口罩。環保署話呢股沙塵暴會持續幾日，台灣大部分地區都會受到影響。這一波台灣地區北部地區受到空氣品質受到大陸沙塵暴的影響呢，大概是到今天中午它的濃度會達到最高。那麼這個影響會持續到今天的傍晚，會逐漸的減弱。但是因為明天的受這個大陸高壓回流的影響呢，那麼我們台灣的東部跟南部它的空氣品質也會受到這一波大陸沙塵暴的影響。環保署警告，隨住大陸沙漠化面積擴大，台灣日後就會經常受到影響。呼籲呼吸系統有問題嘅人，呢幾日出街要小心。亞洲電視記者李燦耀報導。美國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黑人青年喺市中心度搗亂，一個警員中槍，暫時未知道傷勢。市長宣布進入緊張狀態，至少一個黑人青年被鎖上手銬帶。